请问遮有卖主耶稣无？有一个查甫囡仔手中摕着1箍银美金，沿路逐间店拢问：请问你遮有咧卖主耶稣吗？有一寡头家拢无，有一寡就嫌伊咧乱，凊彩就甲伊赶出店门外口。伫个要暗时时阵，第29间店的头家热情的款待即个查甫囡仔。头家是一个60外岁的老先生。满头白头鬃，目珠上，伊笑眯眯地问查甫囡仔讲：“甲我讲，囡仔，你买耶稣做啥物呢？”查甫囡仔流着目屎，甲老先生讲：“我叫邦邦，我的爸母真早就过身啊。我是哦，我的阿姐饲大的。我的阿姐是一个粗工，真无偌久，伊为马椅顶啊摔落来，至今昏迷不醒。医生讲，只有主耶稣才会当救伊。我想，主耶稣一定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物件。我要主耶稣买转来，凡说互阿姐食以后，伊会想到会好啊。”老先生听完这个代志了后，目眶红啊，就甲问：“你有偌济钱呢？”查甫囡仔回答1箍美金。老伙仔人煞咧讲：“囡仔，主耶稣的价值拄好1箍美金，请你等一下。老先生行到后壁，摕一个克仔，你甲即个耶稣摕倒转去，等下接好啊，就会使拍开。”邦邦非常欢喜，甲克仔抱的，就走转去病院啊。一入去病房，伊就非常欢喜的讲：“姐，我主耶稣买转来啊，你真紧就会好起来啊哦。”几工了后，一群上好的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来到病院进行会诊，应用世间上上厉害的技术，总算甲邦邦的阿叔医疗好啊。当阿叔看到溃疡的笑单的时阵，迄个数字甲伊喊啊惊甲昏昏去。啊，毋过病院煞甲讲，有一个人已经替伊共钱落付清啊。原来迄个老伙仔人是一个足有钱的好野人，退休了后，伫个市府内底开一间干仔店。迄个医疗团队就是老伙仔人开钱请来的。因甲迄个老伙仔人互因的客仔拍开的时阵，发现内底刻了一本圣经甲一张花，花内底写着：“少年的，你有帮帮这个弟儿，实在太幸运了。为了要救你，伊摕1箍美金四过门，想要买耶稣。”诗篇第51篇第7节：求你用青芳草净我的罪，我就清气；求你洗我就比水搁较白。你知影圣经中青芳草有啥物意涵吗？青芳草代表信心，香柏木是当时上悬上大的树仔，毋过青芳草却是上细汉的一物。凭着青芳草代表微小的信心来取用基督智慧，得到救赎的路。神并无要求阮的信心爱亲像香柏木同款大，因为阮无人有法度应付这个要求。神要求阮的只有小小的信心尔，就亲像故事内底摕到1箍银美金的邦邦。其实阮的信心足细，同款会当取用基督的保护救赎阮。阮需要凭着这个微小的信心，甲主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死，凭着伫个信心内面取用保护，阮就有法度进入基督内底。阮马上就去互你遮敏入去你内底，并留伫个你的内面，甲你共享平安。